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咱即摆要搁来介绍的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哩。咱首先要来介绍的，即个读做塞，就是把东西塞进孔缝内。咱比如讲，对thang-á-phāng塞物件入去，就是把东西塞到窗缝里头。另外它还有塞手缝，指东西很少，不能让人满足。咱比如讲，你这的钱无够我seh-tshiú-phāng就是你这些钱还不够我塞手指缝啊。另外，它还有行贿的意思，就是用财物去贿赂别人。咱譬如讲，选举的时阵毋通seh-khang嘛会使读做选举的时阵毋通seh-āu-tshiú就是选举的时候不可以行贿过来下面这里读做先，就是割除、拔除的意思。咱譬如讲，seh-tshiú 就是除草或者seh-tzhiài 就是将生长过密或太小的菜苗把它拔除过来下面这里读做打，就是拍，那拍的意思。咱譬如讲大hing-khám就是拍胸脯另外它还有搭建的意思，咱譬如讲大hì-tâi另外还有是乘或坐的意思，咱譬如讲大准、大tshia另外它还有勺子、沽油，还有酒之类咱譬如讲大酒，就是买酒也指那个买散装酒另外它还有长守地方的意思，咱譬如讲恁到底倒一搭，就是你家是在哪一个位置过来这里读做tè-tsuí就是挡住过滤渣子使液体顺利倒出。咱譬如讲把水吊搭，就是把水滤干另外像tè-tsuí就是滤干水分过来这里读做顶就是用手估量物体的轻重。那比如讲麻烦你顶一下看偌重就是麻烦你掂看有多重好，感谢各位。